仲有幾多個禮拜比賽啊3個。因為我往年其實都冇邀請，都唔係冇邀請人哋睇，雖然今年都冇啦，但係佢哋都會嚟支持，咁我希望俾到啲好成績佢哋，等佢哋好似唔好辜負咗我哋咁啦。雖然我比賽唔係話俾邊個睇，純粹係我自己中意比賽，中意呢樣嘢，但係希望你支持我嘅人都見到我係得。我呢次 prep 時間短咗就冇足咯。朝早1個鐘，操完半個鐘，隻腳就比較攰啲。因為之前比賽時間足啲，係有少少偷懶，但係今年就冇啦。我自己對於對手就睇得比較開，冇話驚唔驚咯，我覺得就做到我最好，我上到台，我贏咗就得，但係如果輸咗都唔會話好介意咯，我就係會諗我之後點樣可以進步去贏之後嘅賽事。因為冇人會輸一世嘅，最緊要係輸咗，但係起得翻身咯。朝早操嘢冇咩問題。其實就第一次我已經係，除咗第一次係緊張咯，因為可能練咗半年就去比賽。嗰陣時第一場細覺得 size 大就會贏，咁去到後度見到啲人真係好大，咁嗰一刻係冇乜信心，但係好快調整咗，後尾上到台都攞到第3，可能呢一場就係俾到我一個鼓勵啦，跟住我就堅持繼續行落去，同埋我係真係想做好我鍾意呢件事，因為其實比賽係睇好多嘢，睇狀態，睇比例。多咗人玩比賽，我覺得自從開始個中學組比賽就開始多人玩咗，興咗。大家對於比賽嘅了解、狀態都做得越嚟越好。我唔想我會落後，我唔想輸，所以之後嘅 off-season 我會做得比之前更加好，更加即係會更着緊咯。同埋今年係由史上最肥減到去，唔知會唔會係史上最乾？係啊，我都係。OK，back double bicep。哇！屌！Back left spread。Abdominal and thighs。同埋呢2年，希望我可以將啲弱點補翻晒先啦。框架比較大，比一般框架細少少嘅選手會堆肉時間耐啲。當我做得更好之後，就去挑戰更高嘅舞台。
都要大家，淨係到呢個味最多20幾人，夠未？有得睇，冇得睇。美甜。我就覺得，我唔會話覺得係辛苦啊，因為我中意呢一個運動，所以我要做呢堆嘢係必須。因為冇人會想企上台係輸嘅，努力只係好基本咯。同埋我份人就係鍾意就去做，就要做到最好。今次比之前會做得好啲咯。第一，多咗人支持我，同埋大家水平都高咗，唔可以放鬆個心態，點都會盡我全力咯。哪怕係時間充足又好，少咗都好。要追啊！要追！搞埋喺度，搞埋。即係自己俾咗3年，今年第3年賽。今年準備時間係比以往2年少啲嘅，少咗2個月。雖然比較急啦，但係我希望我出到嚟嘅狀態係我會滿意